台南市的安定区21号，也就是后一礼拜，要来举办着乌麻节。这个活动的中间，佫会提供着2500份的麻油鸡饭，互民众来品尝。佫要教大家安怎用这个麻来做糕啊。 2021年，台南安定乌麻季产业文化活动将伫11月21日举办，所以讲安定区公所甲安定区农会开记者会，邀请民众伫礼拜去安定行行咧。体验麻安怎做的，也是一寡包括咱的养成咱这个麻油鸡饭。 安定区农会表示，讲目前伫安定有200公顷乌麻田，内面有50公顷的乌麻是有甲农会签订契约，因为安定的土质适合种乌麻，所以讲这个乌麻的品质是一等一的。要有特要增加农民的收益，有特要提供咱消费者有一个好的这个饮品，甲这个麻乌麻这个制品咱一直努力，一直咧拍拼，咱嘛严格在把关。 安定区公所表示，讲伫活动现场将有2500份的麻油鸡饭，互乡亲免费来试滋味。有闲乡亲礼拜时会使去体验看卖。